以前阿爸俾三高困擾，簡直藥不離口。自從服用咗巴西野花牌綠蜂膠，依家佢冇頭痛、耳鳴、睡眠質素有改善，精神狀態仲好過我。擁有健康嘅血糖、血壓、血脂指標，全靠有佢。野花牌綠蜂膠來自巴西原始森林，富含數百種天然成分，高濃度、高純度，擁有官方認證，熱銷全球。Apereo Silvestre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，用愛鑄造品質，用心守護健康。美國與委內瑞拉嘅緊張關係喺新年伊始急速升溫，美國對委內瑞拉展開軍事行動並拘捕總統馬杜羅，多國譴責此舉可能違反國際法。美國同委內瑞拉關係嘅走向亦都牽動區域安全、能源供應同地緣政治格局。喺呢一場角力背後，究竟牽動住乜嘢複雜利益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:45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驅風油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驅風油贊助播出。好多人都以為當好似係一個做典當買賣嘅地方，但係其實呢度承載住好多不可思議、悲歡離合嘅故事。玩嗎？咩啊？2萬得唔得啊？一場2分鐘嘅擂台比賽，由決定到出價就只有3到5秒嘅時間。Monster Super Version。光明大押1月10號起，星期六晚上8:05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今年香港賽區總共收到超過6300份報名，全球追夢人士除咗嚟自香港、大灣區、新馬、美加，甚至去到德國、瑞典，全球好聲音雲集香港。唔着。中年好聲音4，星期日晚上8:35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